德州小骑士以炸鸡出名，过去伫台湾掀起一波素食风潮，甚至分店超过50间。历经时代转变，豆豆退出台湾市场，伫这几冬才重新回归。德州小骑士从1986年开始营运，曾经占领市场很长一段时间。为了延续品牌的生命，并赋予德州小骑士新的价值，我们选择进入百货通路。除了想重现人们记忆中的好味道以外，更想让年轻人认识这个过往红极一时的老品牌。德州小骑士除了招牌美式炸鸡，还有超好卖鸡腿堡、康酥酥软软的波浪薯条，一定爱点。伫台南开幕的时阵，见袂少人潮，也真是真无闲。开业到今，客人还是很多，然后我们的休息时间都不太够。那其实我们有遇到蛮多，就是客人会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，然后跟小朋友很开心的分享，就是这是他儿时的回忆。台南的分店就位伫新港3湾新天地美食街，欢迎老顾客含新朋友，拢会当转来享用记忆当中的美味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